喺過去36個鐘，美國同佢嘅伙伴發動嘅史詩狂怒行動，呢個係世界上最大型、最複雜、最壓倒性嘅軍事攻勢之一。啲人見過佢嘅場面。我哋已經打擊咗伊朗幾百個目標，包括革命衛隊設施同伊朗防空系統。啱啱先宣布，我哋摧毀咗9艘軍艦同埋佢哋嘅海軍建築。全部都係幾分鐘之內搞掂。伊朗之前嘅最高領袖哈梅內伊已經死咗。呢個可憎又卑鄙嘅人，雙手沾滿咗幾百甚至幾千個美國人嘅鮮血，仲要為好多國家無數無辜人嘅屠殺負責。今晚當佢死訊一宣布，成個伊朗都聽到伊朗人民喺街道歡呼同埋慶祝嘅聲音，成個軍方高層都攞晒，好多人都想投降嘅，保住條命。佢哋想要豁免權，有成千上萬人打電話嚟。而家戰鬥行動仲繼續全力進行，會一直打到我哋所有目標達成為止。我哋嘅目標好堅定。其實2個星期前佢哋可以做嘅嘢，但係最終都做唔到。今日早嘅時候，CENTCOM 美國中央司令部公布咗有3位美軍士兵嘅行動中陣亡。作為一個國家，我哋一齊哀悼為國家作出終極犧牲嘅真正美國愛國者。即使我哋繼續佢哋為之犧牲嘅正義使命，我哋為傷者祈禱，希望佢哋可以完全康復，亦向陣亡者嘅家人送上我哋無限嘅愛同永恆嘅感激。可惜喺呢件事完結之前，好大機會仲會有更多人犧牲。事實就係佢好可能會有更多，但係我哋會盡一切努力去避免發生。但美國一定會為佢哋報仇，對向文明開戰嘅恐怖分子施以最嚴厲嘅打擊。佢哋係向文明本身宣戰。我哋同以色列一樣，決心從未冇堅定過。而家美國再次成為全球最富有、最強大嘅國家，遠遠拋離其他國家。但我哋之所以可以享受而家嘅生活質素、自由同安全，唯一原因就係我哋做到其他人做唔到嘅事。但正正因為有戰士們甘願為與敵人作戰而獻出生命，而且佢哋比任何人都更擅長戰鬥。一個擁有遠程導彈同埋核武器嘅伊朗政權，將對每一個美國人構成嚴重威脅。我哋絕不能允許一個組建恐怖主義軍隊嘅國家擁有咁樣嘅武器，使佢哋能夠脅迫世界屈服於佢哋嘅邪惡意志。絕不會讓呢種嘢發生。我哋唔會俾自己遭遇咁樣嘅事，亦都唔會俾咁嘅事發生喺人哋嘅身上。美國擁有世界上最強大嘅軍隊，我哋第一個任期內重建咗我哋嘅軍隊，從來佢一支軍隊可以同我哋相比。坦白講，根本冇人可以接近我哋。但而家我哋係用呢支軍隊去做好事，我哋想用佢哋做有意義嘅事。我哋進行呢個大規模行動，唔單止係為咗保障我哋自己呢個時代同地方嘅安全，仲係為咗我哋嘅子女同佢哋嘅下一代，就好似我哋祖先好多年前為我哋做過一樣。呢個正正就係自由人民嘅責任以及負擔。呢啲行動係正確嘅，而且係必要嘅，確保美國人永遠唔使面對一個激進嗜血嘅恐怖政權，仲要有核武同埋好多威脅。差唔多50年嚟，呢啲邪惡極端分子一直攻擊美國，仲一邊高叫口號打倒美國或者打倒以色列，甚至兩樣都喊。佢哋係全世界頭號支持恐怖主義嘅國家。我哋係世界上最偉大同最強大嘅國家，所以我哋有能力對佢哋嘅行為作出行動。呢啲不可容忍嘅威脅唔會再繼續落去。我再一次呼籲革命衛隊、伊朗軍隊同埋警察放低你哋嘅武器，咁啊可以獲得完全豁免，否則就會面臨必死無疑，一定係死路一條，情況唔會好。我呼籲所有渴望自由嘅伊朗愛國者，捉住呢個機會，勇敢無畏、英勇無畏，奪回你哋嘅祖國。美國與你同在，我向你做出咗承諾，我亦都履行咗承諾，剩低嘅就睇你哋自己啦。但係我哋會盡力提供幫助。多謝，願上帝保佑我哋英勇嘅戰士們，
願上帝保佑美利堅合眾國。多謝你啦。伊朗喺過去幾日攻擊咗我哋美國3個大使館，知唔知？嗰啲地方係美國嘅主權領，佢哋已經向我哋宣戰。我唔信喺字眼上嘅分別，我哋今朝已經傾過用字問題。我哋而家未正式開戰，我哋而家已經進行咗4日一個好明確、好清晰嘅任務，一個行動叫做史詩之路行動。你都知有2個部分，我哋都講咗好多次，總統、參謀長、聯席會議主席，所有人都已經解釋過。呢個就係假新聞所忽略嘅。我哋無需地面部隊就能夠控制伊朗嘅領空同水域，我哋掌控住佢哋嘅命運。但係一旦有幾架無人機突破防線或者發生悲劇事件，就會成為頭版新聞。我得到佢，媒體只係想抹黑總統，但係能唔能夠試着報道一下事實？呢場戰爭嘅條件將由我哋自己一步步決定。